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4公司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重要的新闻。台铁随风甲高雄仔线相通东正线，早起5点外开出第一班的火车，西正线状况无好，要通车至少要过1个月。台中市长罗秀燕向市民回信咧，表示台中7月19日通车典礼会先取消，目前嘛无时间表。行政院长苏贞昌用3倍券买网价发票所有现金的统一编号，苏贞昌讲外界唔免徛空。新闻一开始来看指挥中心，大家宣布讲，今仔咱国内新增加4例境外移入的病例，2个是来自菲律宾，2个来自印尼。最近嘛，因为印尼移工入境了，验到病毒的案例增加。对12月初4开始，政府先暂停印尼移工来台湾2礼拜的禁令拜4就到期。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这2天会开会来讨论，敢要重新来开放。因为有袂少印尼移工拢有摕到阴性的证明入境是防疫真大的空棒。但市长是表示，咱方是希望印尼的检验单位先通过咱的认证，也毋过这嘛爱看印尼政府敢会使配合。最近印尼籍移工来台了后，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增加，成为咱国境外移入病例数上济国家。疫情指挥中心顶日宣布，全面暂停引进印尼籍移工来台2礼拜。即马禁令即将要伫拜4、17到期。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这2天会开会讨论相关配套措施，上重要就是 PCR 核酸检验认证单位，爱看印尼当局敢会当配合，才决定敢是要重新开放。我们看这个月来，35位这样确诊的印尼移工，那有21位，其他都有 PCR 阴性的报告。那在这么高的一个比例里面，那对我们的措施来讲，那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一个破口了所以这个认证的机构大概是需要的。另外，全球所预望的新冠肺炎疫苗，外界也关心台湾敢是会当照原计划，伫明年的6月开始做，而且比照美国，和总统蔡英文带头做。但市长表示，做疫苗也无确定的时程，总统敢是要做，需要专家来评估。一方面我们要参考专家的会议，另外一方面跟国安单位要做一点讨论。因为印尼籍移工暂缓来台，地区有较好需求的家庭欠工，甚至传出有合法看护就地化价。但市长强调，将甲劳动部讨论要安怎来应付，也呼吁疫情期间，若有迫切需求者，会当优先使用当值2.0。记者综合报道。日东欧上强的冷气团报道气象局预测今仔暗时到明仔载透早会上寒，部分地区上低温只有12度。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一寡所在会落大雨。另外，大陆冷气团嘛带来境外污染物台湾的西半部、云林、以南、有高雄、屏东地区空气品质是红色警示明仔载过到了，空气品质才会大改善。自当以来上强冷高压报道，14拜一台湾气温开始明显下降，这种湿冷的天气还会继续，而且入夜了后更较冷。气象局预测，14暗到15头早气温下降上冷。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普遍会降到14度、15度，但有一些空旷的地方，我们不排除可能会有13度甚至12度左右的低温出现。气象局预测。极端平地、空旷地区上低温来到12度，北部甲东北部地区平均上低温度14、15度，有个冷到拜4。全台平均温度大约是16至19度。另方面的东北部甲嘉南、宜兰、花莲等地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这摆大陆冷气团除了天气变冷，也带来为中国落南的空污。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云林以南到高屏地区 AQI 呈现红色警示等级，主要拢是 PM2.5。云林以南可能恐怕都还是，就是说大概橘色以上，甚至都在红色警示等级。预估明年的白天才会逐渐的改善。环保署表示，空污影响程度会因为中国空污累积的情况甲落雨情形有所改变。如果马在24过了后，空气品质都会改善。受到中国霾害落南的影响，高雄市府环保局是启动污染大抢降载。严禁工地压水等措施，呼吁民众减少伫户外停留，避免激烈的运动，外出爱挂吹风。记者综合报道。台
代替随访交通站车市房山铁路中段，经过10天的抢修，将东正线抢通，今仔透早5点17分开出第一班的火车，为了安全这个区间限速40公里。也毋过西正线因为状况阁无好，直接要阁等1个月才发度通车。透早5点17，头班自北岛站出发的列车通过高洞站，代替随访高洞段。东部干线14透早恢复单线双向通车，交通部长林佳龙也来视察。列车经过我们有就是采取就是速限40公里这个确保这个行车的安全。那也呢在正式通车之前已经有架设全测站，那跟这个包括所有的设备人力都到位。我们所有的同仁这个感谢那也这个真的辛苦了，是应该的。发红包和代替工务单，为了这段时间的辛苦，经过10天的抢修，总共清出9700立方公尺的土石，完成铁架路架电火条的作业，这次恢复通车营运。不过因为边坡帮的情形较严重，西正线也怪1个月才能抢通。好，那西正线还要再进行这个整个边坡的加固那同时因为走山的关系我们也必须在维护整个就是安全的前提下那进行西正线进一步的修复。同仁是估计了这个应该都是至少1个月以上的时间。公路行车的安全，经过随访交通这个区间限速40公里慢行通过，今仔日通车也有5班列车停驶，明仔载全线会恢复正常的班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政府今仔宣布讲，台中捷运绿线19个通车典礼取消，什么时阵会使通车嘛无时间表。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表示，台北捷运工程局对状况的评估相过乐观，已经向市政府退回报告书2遍。市政府嘛按算要伫2礼拜内底，成立捷运各种审查委员会，交予第三方单位来做专业的审查。深深一局长台中市长罗秀燕向台中市民回息咧，台中捷运伫这个月19日通车日确定取消。我们认为故障的原因尚未完全厘清，所以做出重大的决定，要把通车日期延后。罗秀燕表示，台中市政府已经2度退回8则报告书，同时组织捷运各种审查委员会来审查监督，邀请学者专家进行把关。委员会现在正在筹组当中。台中市交通局长叶昭虎进一步指出，当期车审送 SGS 检测发现伊的物理特性中的控救强度甲降伏强度拢比标准较低，认为并不是个案，要求全面检测。在相关这些降伏强度、抗拉强度，约都比我们的设计的标准都还略低。那是不是代表这是一个个案或通案是没有断裂的部分？另外再补送1支去做这些相关的材料检验。不过对连接汽车新检视市中国际，台中市政府有关无正面回应。中捷董事长表示，8则目前只提出优化方案，不过中捷希望36支连接汽车新会当全面换新的。是要全部换新明确的过程就是要找到原因，送到委员会去明确化这件事情。另外，港停拖延维护，延伸延迟通车损害赔偿的责任。台中市法制局强调，爱通车后才会当抓算。台中市议员批评，台中市长罗秀燕面对8则拢无办法。我们延后通车要延后到什么时候？市民的损失谁要来负责？他也都还不知道。这是卢秀燕目前最大的问题，什么都不知道。台中市政府表示，未来8则工程局甲川崎动工提出的报告甲解决方案，也要经过捷运各种审查委员会认可了后，修复并且完成测试，确定安全无顾虑才会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的南口，这几年人口增加了真得紧国道1号南口交流道上下班时间拢大塞车。高速公路局今仔宣布讲要开19亿来增设南北二路的交流道，望伫2024年的8月份完工地方的民代嘛讲，希望伫施工的这个时间，机场捷运会使落架。
早起8点外，为台北都会区行国道1号前往南口，车坐过塞，这是南口交流道的一常。拄到尖峰时间，路人就北拢会塞车。南口旧山地区因为近年来人口快速成长，国道出入口塞车的问题是哪来哪严重。交通部经过多方的评估，宣布将动用国道基金启动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南北拢正式查到，上紧明年11月对外招标，工期有计2年，电粉领带乐观其成。也不过也呼吁爱有公共运输系统支援。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你至少票价能够降低。人搬进来，开始这个地方就业工作的时候，哪怕有这样子的工程，未来的交通压力一定还是非常大。根据交通部高工局的规划，南口路段将伫南口 A 出口正式拿出匝道。有个开9亿，北入匝道估计6亿。另外，公布进行南口 A 甲南口 B 交流道的南出北入交织改善工程，总计3项方案将开19亿。对此，新北市政府话为，北北桃通勤族时间期间可能受影响，希望机场积分会当达至新北1日8控通勤票，便利通勤族。机捷需要进行资产移转。跟营运前亏损的这个补贴的工作，那我们会跟交通部一起协商把问题解决。那解决以后，那如果还有降价空间，我们还会再降价。机场集运是属于桃园的集运公司，有3大股东，因为集运通车前拖延几年，债务也未还清。今年以来，受到疫情影响，这一进度下降，将会依循公司治理原则办理。若有降价空间，将会搁宣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的科技大厂伟创伫印度 iPhone 工厂12暗时传出2000名员工破坏办公室的设备，嘛甲机械拢毁掉。有风声讲员工是因为薪水的问题咧抗议，也毋过伟创是表示薪水拢有照常发，因认为应该是有人故意破坏。工人集结伫厂区外，一直大声骂，暴动者放火烧车，现场真混乱。昨日暗，台湾大港大厂伟创位伫印度南部卡纳塔卡省的工厂传出，互2000名员工包围抗议，公开厂房的设施，玻璃碎片是满涂骹，部分线线遭到破坏。伟创员工指控公司已经4个月无发薪水，也佫被要求另外加班，不满情绪演变成暴力行为。总计有100多人获警方逮捕，冲突才告一段落。伟创随后发出声明，公告公司一向是遵守当地法律，认为这个事件受外界不明人士煽动，想要迫害，所落来会配合警方调查。地方首长伫推特上谴责暴力行为，也毋过表示会概率了解，同时确保劳工权益未受损。伫厘清暴动关键进前，警方伫厂区内部署人力，确保类似的冲突未再发生。伟创的纳尔萨普尔厂过去主要生产是便捷版 iPhone， 苹果公司一向重视员工的权益，即马发生抗议事件，恐惊将会引来总公司的关注。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咱来看美国武汉肺炎的疫情，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将近30万人。美国嘛已经开放做预防针咯。咱伫非洲友邦施瓦蒂尼总理戴安博伫1个月之前嘛传出讲胃着病，即马嘛传出讲伊已经过身咯，今年才过12岁，也毋过死亡的原因佫还未公布。另外，德国佮南韩嘛是疫情愈传愈严重。圣诞节就要到啊，不过德国人会面临着更较严格的防疫措施。为16开始到明年1月初10，所有非民生必需用品的店头、头毛店拢着休困，各级学校停课，下年宴会活动嘛取消。zeitnah ausgezahlt werden und ja, die Maßnahmen sind sinnvoll auf jeden Fall, denke ich schon. 不过嘛有人批评讲，安尼会严重影响到经济。德国已经实施6礼拜部分的封锁，餐厅、酒吧拢关起来，店头甲学校是持续开放。不过这真明显无够来阻挡疫情。根据德国联邦疾病防治研究单位的资料，13个日新增加确诊有22000例，累计超过132万例；个日新增加死亡的有321例，累计被22000例。Ich hätte mir auch gewünscht, dass die leichteren Maßnahmen eine bessere Wirkung entfaltet hätten. Wir haben ja hier gesessen und haben gesagt, wir brauchen 70% oder 75% Kontaktreduzierung. Wir hatten in den besten Fällen nur 40% erreicht.
Und jetzt gerade auch durch das Einkaufsgeschehen zu Weihnachten ist die Zahl der Kontakte noch mal stark angestiegen. 全美国规模上大、上界复杂新冠病毒疫苗配送的计划，为密西根州卡拉马州的辉瑞公司厂房正式展开。在警方的护送之下，这个再救命药的连接啦，出发去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 UPS 空运中心，甲田纳西州曼菲斯的联邦快递空运中心，疫苗全程是保持零下70度的低温。台湾在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的总理戴安博4礼拜进前因为新冠病毒体检是阳性，在南非断院13日了后过往，食到52岁，死亡的原因并无公开。戴安博话到的时阵，讲伊家己感觉身体状况也袂歹，并无出现症状，月初去互送去南非断院治疗。迄当阵官方表示，伊的情形真稳定，对治疗的反应真好。史瓦蒂尼的人口有120万，目前确诊的人数累积超过6700例，拢总有127个人死亡。南韩首尔当地一个大型的货柜。改建做活动的病房，要来消透医疗院所的压力。目标是未来这几个礼拜内会当增加1万的病床，因为连续2天确诊的人数称悬。南韩总统文在寅警告，目前疫情是真严重，除非会当甲第3波疫情控制掉咧，若无就会考虑甲防疫的等级为2.5提升到上悬的第3级。若是进一步缩按社交距离限制到全国上悬的3级，嘛代表南韩所落来可能会头一届全国封城。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台湾甲美国又搁宣布新的合作计划，外交部跟美国在台协会今仔表示台美要做伙来推出帮助东南亚跟南亚妇女的济更计划，希望会使来改善因的家庭生活。新冠病毒疫情伫全球在滚价，嘛互真侪国家的妇女面临着生活收入的难题。外交部长甲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李英杰14共同宣布，台美共同推行妇女生计债券的计划。美台在妇女生计债券的合作是奠基在美台之间多个成功的现有平台与倡议合作之上。继去年在巴拉圭推动微中小型企业暨妇女融资合作计划之后，台美再度就妇女经济赋权进行合作。推动这个计划，除了彰显台湾善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之外，也是很务实的在推动台湾和国际重要组织的连结。因为我们这个计划就是妇女的经济赋权，在西南向的国家跟一带一路的主旨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没有所谓的这种相互对抗的这个问题。国合会指出，第3期妇女生计债券已经在今年12月份发行，募资的规模是2770万的美金，会用来协助印尼、印度、菲律宾，还有其他亚洲的国家，差不多175000个至185000个弱势妇女。台湾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不过面对国内3百种猪肉的争议要小媒体，政务委员郑振中利用这个机会，搁一再强调讲，标示都要有科学的依据。就若干项目，我们已经比国际标准更严格了。那更严格当然可以，但是我们要提出我们的科学证据。那么WTO 的规范是说，你的标示规定不可以造成不需要的贸易障碍。那台湾敢是会互邀请参加美国新任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吴钊燮表示，美国目前还搁伫咧筹备当中，嘛因为疫情隔离的政策，外交部会随时注意代志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礼拜日去放假，基地摕3杯券来买放假送查询啊，也毋过煞互人发现讲发票有拍行政院的统一编号。早起苏贞昌是强调讲，依照规定，3杯券是袂使报功效。事实上，伊嘛袂报功效，是有人加报，外界毋免徛空。提出进行3杯券，行政院长苏贞昌12月13参访台湾艋舺基地，开3010块买台湾原创的艋舺送予查某孙。所有民众发现发票顶面有拍行政院的统一编号，引发争议。针对这件事件，10时参加台南自来水园区落成典礼的苏贞昌是讲，有人加报，伊买艋舺无要报公费，免伫遐叽叽嘟嘟。早囝苏考会也出面倒背会。我也不知道有人多此一举，还去打什么统编，因为用家里的3倍券买漫画送孙女，这个我也没有要报公账，也上面有打振兴券，这一规定也不能报公账，所以也不必为这个做文章。买完以后发票就带回家了，所以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报账。公务员买物品给家人本来就不能够报账的，所以主观上没有，客观上也不能，这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
针对美国猪肉放量的进口政策，敢有要漂洗三肉精，也引发争议。前总统马英九直接讲，政府要巴结美国，煞用台湾人的健康做代价。苏贞昌是回应讲，全世界101个进口三肉精猪的国家也无漂洗，若有漂洗，可能会造成无必要的贸易障碍。不过未来也是会严格管理。我们有进口厂商已经公开表示，他们不会进口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未来进口的猪肉，他们也会标示上面没有含莱克多巴胺。政府乐观看待，但政府还是会严格的管理，从海关到餐桌会逐批的检查，请大家放心。另外，行政院当咧研究要设数位发展部，立院立委煞提出修正条文，外界质疑讲民进党党内无共调。苏贞昌是讲尊重立委和党团的意见，最后也是爱尊重立法权。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苏定清、国民党立委廖国栋防指控收黑钱一案，之前检方已经起诉因个的羁押，离羁押期满，司法院嘛发函向立法院请求同意继续押。调查立委今仔是决定再要直接送十八议会来讨论。大家都同意星期五列为报告事项。那报告事项完了以后，就会照院会的程序办理。尊重司法审判独立，但是对外界有质疑的部分，尤其对以人权受到侵害、贬离无罪推论原则，那人权受到侵害、司法程序正义受到质疑，这个部分希望司法院有机会能够对外说明清楚。司法院是伫七八发函询问立法院，敢会使继续现任的立委苏定清、廖国栋。公文是指出，立法委员除了现行犯，伫会期中无经过立法院的许可，袂使掠人也是拘禁，这是宪法征收条文第4条第8项的规定。立法院长尤锡坤是强调讲，两位立委都已经互押130天了，因为法院认为佫有需要延长羁押，立法院早起进行调解协商，最后是决定讲18送议会继续来讨论。再来看台联党去年公布监察委员张武修佮高永成约谈台北市长郭文哲的影片，外界质疑讲监察院泄露文件。有媒体是指出了，这届的监察委员已经决定要把这个案送检调来侦办了。也毋过高永成是表示，伊毋捌接触过录音档哦。张武修嘛是讲，媒体报道甲事实有争差，会交予监察院来回应。台北市政府是要求2名的监察委员应该停职接受调查。伫咧网络，也是会当找到去年监察委员高永成甲张武修因为器官捐赠案约询台北市长郭文哲11个影片，这嘛引起监察院涉密的争议。根据平面媒体报道，新任的监委上任了后，监察院初八已经决议甲专案函送检调侦办，这嘛是下任甲现任的监委头一届因为疑似涉密，互函送的案件。关于监察院做什么样的决议，其实因为我申请回避，我并不清楚啦。第二个意见是说，一般所谓的移送是整个有犯罪嫌疑的事实，应该不是特定人才对。第三个就是说，我个人对于那个录音档完全在调查过程中完全没有接触，与我完全无关。高永成表示，伊完全无接触到录音档，而且嘛无了解实情。也那张武修受访的时阵是回应讲，根据伊的了解，平面媒体报道甲委员会意见有争差，应该是爱回归监察院的说明。民众党是表达强烈的谴责，批评高永成甲张武修拢由蔡总统提名。民众对监察院也有执政党的信任已经强要消失，要求监察院长当局应该负责对外来说明，若是有疏失，就要公开回实的。台北市府发言人陈志涵是认为讲，涉及这个案件的监委应该随停职。我们强烈的要求，这些相关有涉密嫌疑的监委应该要立刻停职，否则呢，可能还是会产生这种压迫的情势，对于被调查的人是相当不公平的。2点半钟约讯的影片，到底是啥物人流出去的？目前也无答案。不过台北市府指出，调查委员上尾伫张武修电脑内底本数栏有发现影片，若是讲影片真正是监委涉密的，希望检察单位一定要公正调查，互当事人一个公道。监察院袂当假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监察院伫结果进前，也未正式对外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消基会最近针对上北市一寡阿婴仔用品的大卖店、专卖店，佮有网络顶通路卖米精、米糊、米饼等食品，拢总20件用品来检验哦。结果发现讲有4件商品重金属超过标准，这些食品拢是台湾制造的。消基会嘛，呼吁政府相关的单位爱重视。为着补充人奶、牛奶粉内底无够营养素，不少家长伫红婴仔4个月至6个月的时阵，会开始甲因补充米精、米饼，或者是甲果子无互幼幼等等的副食品。毋过顶一日消基会伫湘北的大卖店、红婴仔用品的专卖店，还佫有网络等等的通路，买100件米精、米糊、米饼等等的样品，结果发现讲，包括宜丰糙米米糊、旺仔营养纯精米饼、3日乳儿米饼。是家园米饼、糙米等等4个样品，去用验出力的量是0.05到0.3 ppm， 超过限制。我们算是米的大宗厂商，我们是配合这边政府或农会、农粮署那些推荐厂商我们来做这些采购的。现在详细的部分，我们工厂还在做一些调查。的验土它是未检出啊，我耕作是不放肥料的，我可能会。验商品跟验土可能都验一下。消基会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一个人1公斤1礼拜摄的量，上进步会当食的量是7微克。那依照食品当中污染物质毒素卫生标准，红婴仔甲幼囡仔各部类的辅助食品，还有红婴仔副食品当中，氯的含量是0.04 ppm。即个有4件红婴仔食品，氯是伫咧0.05到0.3 ppm。重金属对红婴仔甲幼囡仔有影响，尤其是还未发育成熟，可能会造成低磷、发育混沌等等的问题。虽然说这一个食品都是在台湾生产的，假如说是果真都是用我们台湾的原产米的话，那这个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农政单位可能也都要去注意了，是不是说我们这个米的产地啊、农地是不是有遭受污染？针对这4个无合格的食品，食药署表示，幼囡仔甲红婴仔食品要向食药署查验登记，而且有特定的标示。初步用系统敲出，这4种食品并无红婴仔甲幼囡仔食品许可的资料，所以这4种食品拢毋是红婴仔甲幼囡仔食品。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要组织查管处价，规定是价登录2.0，未来使用门牌的号码来查买卖介绍，无申报会使罚75万。另外，为着要鼓励厝主家己政府办的包租代管哦，嘛按算要甲税处减免的税金为1万块提悬到15000块。另外，针对台北市长郭文德批评社会主体的政策，内政部嘛讲哦，地方首长应该唔通错失中央的政策。为了要做到高端政绩，政府推出拍炒房政策。内政部处长黄建群在是伫立法局内政委员会做报告，推动设计登录2.0，将会公布完整的门牌地号。另外，为了要鼓励厝头家家己社会主体包租代管，也个降低厝头家被查税疑虑。内政部将会修正租地法23条，研究将租税减免金额自1万提升到15000。那来提高租税的减免的金额，让参与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房东以后都不用担心有查税的疑虑。另外，对炒房有注价，犯规路边无改正，新屋的有售处买卖无如实申报，介绍交易的面积不实，经过处罚3遍了无改正的人，会按次加重处罚15万到75万。若是有集团炒房的情形，内政部也准备要修法，会当用宪法来裁处。那我先请教你一下，你个人有没有第3户的房子？跟你太太有没有第3户的房子？我跟我太太名下1户房子都没有。特别对于纠团炒房，严重影响市场交易秩序的，我们也希望修法之后用刑法来裁处。伫最近台北市的社会住宅租金的争议，台北市长郭文铁为了租上率提悬租金。台场内第1基地的社会主体就法庭，更加唱衰蔡总统所发出的明年推动15000块的社会主体，敢若是讲无可能。内政部也再一遍反击。县市首长对于中央政府要来协助市民推动好的政策，都可以反对，都可以来做任何的污蔑。黄建群讲。社会主体自偿率应该是中央补助地方，而且依照当地租金拍值基准做补助。这期台北市提成本当作租金定价基础，真奇怪。记者综合报道。
中天新闻消息，伫有线电视系统转战 YouTube，NCC 按算最近要来办一个所谓通信传播座谈会，外界是指讲这根本是针对中天准备要来管制网络的言论。NCC 主委陈玉祥今仔就表示讲，座谈会早就安排好啊 ，NCC 嘛一直拢会咨询专家的意见。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最近要办理所谓通信传播法座谈会，正拄是中天新闻台自有线电视系统下架，转战社群影音平台 YouTube， 和外界质疑 NCC 是锁定中天的国家管制网络的言论。对此 ，NCC 主委陈耀祥伫10时澄清讲，相关的座谈是既定的安排，会继续对话咨询专家的意见。我们已经开过一次专家咨询，然后我们21号也会找各大业者来，大家共同讨论。这本来是利用多方利害关系人大家共同的参与，来讨论说未来我们在这个整个网络平台上来讲要怎么去处理。NCC 也说明，针对新媒体相关的服务，目前研议《网际网络市场服务管理法》草案，其中并无包括 YouTube 加 Facebook 等社群媒体平台。不过，国民党议员批评 NCC 的做法是针对网络顶对蔡政府不利言论的封杀，未受跟他等到维权的时代。网络上面的言论自由，网络上面的平台的新闻自由，不是民进党想要再透过这样的手段来严格的来监控。蔡政府现在是要双管齐下，用这2个法来钳制网络上面的言论自由，这是绿色威权复辟。国民党讲，相关草案内面进前有社群平台需要把假新闻下架条文，表面上是阻止对华文化侵扰。不过，主管机关也让把民众的破文摕来，是变相限制台湾人民的思想加言论自由。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民进党有立委提案，希望甲教育部改做国民教育部，高等教育交予科技部。教育部长潘文忠今仔到立法院备询的时阵，是表示讲，这个提案影响的范围是真大，需要如何深入的讨论。民进党几名立委登伫共同提案，主张将教育部高教师救出来，甲科技部合并，改制成科技甲高等教育部。原本的教育部是改做国民教育部，不过教育部长潘文忠在今日立法院会前接受访问的时阵，对此表示需要去讨论。我想这部分也涉及到整个学制的一个。一贯性跟隶属这部分呢，确实是需要大家在做深入的讨论。当然，我们也都尊重委员的提案跟思考。我想这部分确实影响面也广是需要整体在做更深入的对话跟讨论。潘文忠指出，原则上优先以学生的学习学习连接等层面作为考量。连续2摆强调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另外，伊到立法院备询的时阵，有立委质疑教育部对体保生的职涯连接甲配套措施无够完善。对职涯当中的一个准备，也许除了专业运动员之外，他们也许可以变成防护员，也许可以变成物理治疗师。可以关心他们，来让他们等于说回到一般班级里面以后，他的发展会比较相对稳定。有立委质疑，体育署今年有编列8000万经费协助体育班学生课业辅导。不过执行率却只有33%。潘文忠对此回应，将进一步检讨。另外，在体育选手照顾甲职业发展上，强调教育部也大大增加专任运动教练的名额，并且推动企业聘用运动指导员的计划，协助因伫职业的连接也会当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林武西洋园区伫11月底动工，希望会使鼓励愈较侪厂商伫台湾投资设厂。不过高雄有护树团体是发现讲，园区原本公园绿地有8公顷外，不过最后却只会保留1公顷外，其他8成的树仔拢爱刷走。实际动工了嘛，发现讲有真侪树仔拢直接互断头。护树团体是认为安尼做，就算是遗失，树仔嘛活袂落来。吊车甲规丛树仔吊起来。工人伫咧做仪式作业，高雄林武产业园区11月底动工了，怎嘛伫咧整地？不过对天顶看，规片的树仔拢互人断头错身，连仪式工法也拢违规，无一丛树仔是完整的。
高雄爱树人协会讲，原有的生态系受不当对待，无法度恢复。计划书里面也有说要依照修剪规范，要不能砍这个主要的这个主干跟主要的这些枝条，但是它全部都是违规的状态。上万棵要移到外面，那移到外面是哪里？也没有讲清楚。这么多委员会提质疑，但是市政府还是强行通过。74公顷的高雄林务产业园区内面有19公顷23000多丛树花，照工程的规划，本来公园绿地用地是8.66公顷，不过森林园地只敢保留1.29公顷，敢1200丛树花，其他19000多丛8成的树花拢爱删走。不过经发局甲外包厂商敢是方便做代志，违反高雄市石材征收的作业规范，和树花自然率下降。除了要求厂商立即停止施工以外，我们也后续将移请公有树木修剪维护咨询委员会会议来做一个审查。那审查结果，我们再依照结论来做一个处置。高场社会的议员质疑，城市发展冲击环境的生态，完全拢无考虑到配套，损害大塘已经做了20几冬的造林地。面对外界质疑，经发会讲已经叫包商停工，也加强现场的督导评率。案件交予委员会审议，结果出来了，会依约甲相关规定停止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大陆国家公园的鸟仔生态是非常的丰富，管理处嘛委托东华大学做长期的研究，13年来发现213种的鸟仔类哦，佮有一寡是以早毋捌发现的品种，咱做伙来了解。太鲁阁国家公园地形正佳，海拔自海平面0公尺，向上增加到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生物多样性正丰富。其中鸟类伫2007年观测的数量有152种。东华大学自2009年才开始做监测，到昨嘛发现超过200多种。10几年的过程中，我们大概在这个太鲁阁地区又多加了60几种的鸟。好，所以大概太鲁阁目前现在的鸟类名录大概有将近215种到220种左右这样子。其中有发现一寡正罕见的丁位东袖鸟或者是贵颈鸟，像是第一遍发现的普通朱雀，也有2019年伫咧高屏会才发现的白腹琉璃，拢出现伫咧太鲁阁山区。希望的研究状况是可以了解第一个鸟类的迁移的距离，比如说黑脸乌，我们曾经有抓到从西伯利亚过来的。那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鸟类的一个渡冬的过程哦。台湾处强调，鸟类是环境监测的重要指标。相关作业也甲国际鸟类系统单位做交流。不过，最近这几年对鸟族有一寡真奇怪行为引起争议，比如讲用食物或者是声音吸引鸟啊，和学者伫咧野外做调查时阵真困扰。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推广旅游，佮要环保减碳，屏东县政府伫潮州等所在设公共脚踏车 P-Bike 的系统，尤其是讲哦，这是真利便，而且骑脚踏车设市区，豆豆啊耍，佮真趣味。屏东县政府大力推广公共脚踏车 P-Bike， 今年伫潮州镇建立新点，配合潮州火车头，佮有客运转运站，打造更加完整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佮连接潮州镇内主要的上款和景点，就是要达到旅游减碳的目标。也望要互民众骑了愈舒适、愈安全 ，P-Bike 佮再升级，大大调整脚踏车的设备。为着鼓励民众加骑公共脚踏车，减少碳的排放量，使用 P-Bike 头前半点钟有原有免费的优待。借车的方式也真多元，电子皮包扫 QR code 等等，靠一支手机啊就通解决。在我们屏东市跟潮州有 P-Bike 的地区哈，我们都是采用新的一个收费费率方式哈。那我们一样哈。为了有鼓励性质哈，节能减碳，然后让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然后做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运输哈，那鼓励大家使用 P-Bike， 所以我们前半小时哈依然是保有免费的一个方式。那未来现在有讯息是说，我们可以用网络支付，然后绑定之后，它在支付上用手机就可以去支付 P-Bike 的这个骑乘费用。那这个会吸引年轻朋友哈，会加入这个。我们双铁旅游的市场，鼓励他们来潮州这边游玩。减少碳的排放量是当今世界拢真斟酌的议题，地方政府也尽心为环境出力。屏东县潮州镇毋但向地方居民大力推广公共脚踏车 P-Bike， 佮甲 P-Bike 站配合重要的交通运输地，就是望方便来到地游客就来骑。那游览风光，那做环保，记者综合报道。
现代人的囡仔生了少，真侪偏乡学校一年拢有少数几个毕业生，嘛无通去毕业上做毕业纪念册。有一个偏乡学子愿望协会的世界行大，免费来替遐偏乡弱势囡仔翕相做毕业纪念册，希望嘛会使为因的青春留纪念。加上几个小派姿势来翕相，因为这真做是几60年了后留恋青春的纪念。伫南投溪池乡的明潭国中，这一届敢若2位毕业生，专业的团队专工替因的青春做记录，也到制作毕业纪念册。就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义务要帮我们，但是他们还是很努力，然后也这么多人在帮我们俩。就虽然我们只有2个人而已，就没想到我们只有2个，但他们还是愿意进来，然后花一整天的时间帮我们拍毕业照。有一寡学校因为经费不足，学生也较少，做毕业纪念册钱就省起来。偏乡学子愿望协会就特别来到明潭国中，完成毕业生的愿望。协会也捌行脚到济原住民部落，伫遐翕相的经验，是互成员的印象真深。像这个就是南投仁爱乡的都达国小，然后他们是赛德克族的小朋友。屏东凤港的凤港国小，这就是因为想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事情，因为在网络上看到蛮多负面的新闻，那觉得台湾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子是鬼岛，那我觉得应该扳回这一个劣势的感觉。这几冬以来，偏乡学子愿望协会帮助127间学校制作毕业纪念册。成员用家己的专长，帮咱遮资源较欠的学生，来为乡里尽一份心力。这款好心好行，定定互社会愈来愈好。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有真侪老大人拢踮伫安养机构内底，惊出门会去挖着病毒。也毋过有老人之家的专工找人来摆饲啊，或者时段来设计，嘛带老大人去领养病翕相哦。想要去对一个国家电脑的背景，拢会使家己选，互因亲像出国佚佗共款。一张一张的相片，甲即寡老大人出国佚佗的记忆记录落来。不过，斟酌甲看，这款相片拢是伫摄影棚内底翕的。跟他出国吧。我自己也很开心，我在那边也照得很开心，也学了很多。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出国游览，老大人的抵抗力歹，甚至真少出国行搭，惊去画着。所以南区老人中心就用伫摄影棚翕相换背景的方式，互老大人看起来亲像伫国外景点头前翕相，长辈拢感觉足心息。因为整个疫情的关系，其实长辈有些长辈在反映说，可不可以有机会去日本玩，所以就用一个所谓的伪出国的方式让他们去哪里可以拍照，也邀请了一些摊商进来，然后让他们有多元选购衣服的机会，让他们也感受一些东南亚的一些美食文化。其实南区老人中心当年拢会办无同的活动，今年唔但互老大人翕趣味的相片，嘛邀请中央市场甲新住民来摆摊，请志工陪老大人出来设计，食好食的外国食食，互老大人会当出来唠唠的，甲同辈开讲，就亲像做伙队团旅游共款。记者综合报道。面对高龄化的社会，预防老大人退化甲失智是真要紧哦。桃园病院透过社区营造计划，改造桃园区2座的病床，或者受到大人囡仔介意，咱嘛做伙来看卖。阿公带孙伫病床步道上散步、耍游戏。面对高龄化社会来临，台湾失智适龄人口逐年升悬。桃园病院透过社区营造计划，将桃园区两常两方2座病床打造成高龄友善环境，真受老人囡仔介意。打造的这个环境很多每天都很多人都在这边运动走路我是照3餐来。那我们希望是建构的，就是标榜的就是生态环境。这一次跟阿长这边结合了这个高龄友善的环境。那我们就透过彩绘告诉小朋友，这里常见的8种鸟类，它的特征是什么？然后呢，你走了多久是100公尺？
桃园区龙翔里2至5上路比长步道地面上为比长定看的动物，设计互动式拍卡点，予阿公向孙介绍比长生态。另外，龙凤里2至6夜路比长位伫龙安国小边，是设计平衡协调训练甲趣味益智游戏。在这边这个皮塘，它又可以健走，那你可以带孙子来这里一起玩一些小时候的一些游戏，脑子动了之后呢，不就防失智了吗？桃园便宜也针对2个比长步道设计运动里程加卡路里的消耗量，加电风同齐打造高龄友善比长，增加长辈出门行动动机，搁互因动者脑筋有防退化甲失智。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的挂菜，除了北部人过年会来食做长年菜，客家人嘛会做咸菜来保存。为着要传承这种传统的好滋味，南投县草屯的客家协会就招大家家己来种挂菜，嘛要来教大家做咸菜。哎呀，烂兮兮的哦！一群大人囡仔比裤骹撩落水田要捕鱼啊！毋过因种的毋是稻仔栽，是北部人讲长年菜的挂菜。绵绵凉凉啊，可以体会农人的辛苦。就是弯腰就会觉得背有点酸。伫咧客家文化内底，会伫切啊修行了后，利用水田过来种挂菜，生做咸菜，是客家人客习的精神代表。人讲的生咸菜吼，卤咸菜吼，也是快要失传了。一民野庙这里的老师，要叫他请他来传承下去。现在年轻一辈只会吃，可能不会做了。为着要传承客家咸菜的传统做法，南投草屯的客家协会就来举办种挂菜活动，叫大家做伙来为生咸菜做准备。我觉得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有这个机会接触这个农民和我们客家人的生活。应该可以种2000多棵，年冬的话就可以收成。收成以后，我们会再举办一次叫汇演来腌制咸菜。虽然对平常时啊无咧种田的人来讲，要了水田做事是无遐尔啊简单。不过大家游玩真欢喜，会当有这种无同款的体验，也希望等到修行了后，大家做伙来学生咸菜，把这传统的客家滋味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嘉义的朴子有一间旧厝，3年前通过文化部补助的修复计划，完工了，我们来在做时代聚会场所，可以使伫遮来推萨伫豆仔、苦瓜等在地的产业。社区时代表演传统发音，过去因拢无一个会用练习的所在。即摆透过文化部甲嘉义县政府文化局的补助，嘉义县朴子市大公路修整一间老厝，未来要伫遮推广地方产业，嘛写做时代集会的场所。活化这个地方，让人重新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未来呢，会有共餐，然后固定会办理的是音乐会的部分。我们希望透过这种艺文活动，可以帮大家让大家聚集在这一个地方。以前这整个聚落有一大部分人全部都在做竹产业，超在50年代、60年代。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开放予60年以上的老厝来申请。地方政府初审了后，文化部才过来复审。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目前申请的数量超过40件，其中16件已经摕到补助。未来这个空间唔但会当保存，佫通好提供予社区来使用。它也不是历史街坊，也不是古迹，所以相对就是说，为了这些老宅开一条路，那我觉得这个利益非常好，就让我们这些私有老建筑原则上它不会被拆掉的命运的。文史工作者表示，修整老厝的费用真悬，透过这个计划的补助，确实会当减轻厝主的负担。但是因为补助的费用是民众纳的税金，所以修正了后，要安怎协助这个私人老厝规划做公共使用，相关单位嘛应该爱有想法，才袂因其拍算。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做伙来看亚洲哦，有真侪所在拢开始落雪咯。中国的乌龙江省昨下温度只有零下44.3度，是今年入冬以来上低温。北韩哦，昨嘛落第1场的雪。印度的克什米亚举办伫雪地骑脚踏车、佮出冰、出雪等等的比赛，希望会使来振兴观光业。真侪人摕着水向天顶泼出去。13透早被叫做是中国的北极村的迄日港无雨期，温度降到零下44.3度。真侪人走到厝外，捧一桶烧水泼在天顶，就结做一道弧形的冰架。也有人听到结冰的声音。这也是最近正流行的泼水成冰。幕后到冬节进前，
日时7点钟，暗暝17点钟。伫咧以早出现过上低温度是1969年2月摄氏零下52.3度。视频上都看到这个泼水成冰，特意过来这边感受这边寒冷，然后就尝试一下这个泼水成冰。路透社报道，北韩的官媒中央通讯社报道，13伫咧平壤降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路透社无法度确认这个消息是真的假。伫这段落雪影片内面，落的拢是雪。北韩中央通讯社讲，伫中部地区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雪深度有到5公分。今年平壤的初雪比往年平均晚29天，比去年是晚13天。另外，伫印度克什米尔的古尔马格，12伫咧当地办一场雪地冒险运动节庆，真侪人伫咧雪地内面出雪出冰骑脚踏车。और अभी तो बर्फ़ भी बहुत ज़्यादा यहाँ पे हो चुकी है और हो भी रही है करंटली तो आई थिंक पीपल शुड कम एंड एंजॉय हियर इन गुलमर्ग स्पेशली जो आज हमने देखा यहाँ पे साइकिलिंग से रिलेटेड इवेंट्स थे या स्केटिंग या स्कीइंग से रिलेटेड इवेंट्स है पीपल शुड कम एंड एंजॉय हियर 古尔马格是真受欢迎的旅游地，不过印度伫去年废除查莫克什米尔邦的特殊自治地位，共实施长期宵禁，当地旅游业只好伫这种情形下努力的振兴观光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日本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各地图书馆拢会使用紫外线消毒箱仔来消毒册，希望后一借册的人会使安心来阅读。替读者拄则行的书，图书馆的人员将这款书一本一本摊开，放伫咧紫外線消毒箱开始消毒杀菌。消毒になるからそれで安心かなと思うだけで。日本的新冠病毒疫情愈来愈严重，针对图书馆本来伫咧疫情开始进行2018年就装消毒的机器，因为疫情的原因，这马机器的使用率增加3倍。紫外线消毒机毋但工作人员使用，救助害子的民众也当用，真受欢迎。而且伫咧消毒的30秒过程中，机器内面的风会互主家己变形，囡仔真爱采遐看。どこまで効果があるか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けれどもやっぱやらないよりはいいかなと思っていていいよじゃあもっと入れたらいいの1個であとちょっと楽しいんですよね子供もパラパラパラってやってる様子が面白いみたいで。因为来图书馆的有真侪是年纪较大的是大人，为了健康要求爱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较袂感染病毒。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来看一个打成立的全球交响乐团，乐团有来自世界各国197个国家的音乐家，应用3年的时间做一条做伙牵手真美好的创作歌曲。最近这首曲甲纪录片做伙公布，希望在疫情的期间来安慰世界各国的民众。来自197个国家的音乐家提各种乐器，最近演奏这首。手牵手真美好，这也是音乐史上第一支全球交响乐团。名叫做地球乐团所创作的歌曲，伫咧世界各地录音，制作期有到3年。2019年5月，其中57位成员伫咧伦敦的录音室第一遍录音。Everyone living in different country, different language, different culture, but in the end, we just making this one piece of music so beautifully, as like one, as a whole, together. 由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得主、知名的配乐作曲家乔治·芬顿指导，音乐家用伊的旋律做即兴演奏，音乐风格多元化，也结合无同国家的本土乐器。In this current climate we have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just the thing we need, and more things, more collaborations with everybody, just literally everybody, should happen, and it should be at all levels possible. 因为疫情，演艺活动被取消，大部分的音乐家拢是伫家己的国家录音，结果后者疫情让音乐自线下行到线上，作为世界共通的语言，跨越族群文化的距离，唔但提供娱乐，也给大家一份心灵的安慰。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
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